各位长官，刚才我们在客家文馆讲的客家南山有没有？就是我们老先生所裁剪下来的，请他的媳妇所做成的客家南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美浓客家人的宝，就是我们美浓镇的产业，就是大约是这样。好，那高雄县的县宝是什么呢？叫做这个老人家叫做谢景来先生。高雄县的官部特别介绍，高雄县的烟宝请金来先生，我哋去参加托幼考试时节，而会出题目本。高雄县的烟宝请金来先生，也嗌師傅哦，講係講嘅客家南山都講嚟嘅嗬，希望係唔識的，懵。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就是有那种特色留着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我现在到每一个地方去走的时候，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把当地。我在那个哪个地方到南屿去的时候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把它。可是他们都一直在流失呢。对。他们现在就是走新的路线，走观光路线，然后一直在流失。看一看还是我们美浓保留的比较好。对，我觉得有那种意识抬头的时候，就可以慢慢有人。对。不过要有人坚持嘛。对。没有人坚持的话，大家就会。其余的地方哈都慢慢在流失了。只有我们美浓还有保留有传统，比较保留多。北部的大概也都慢慢不见了。对，他们真的很可惜，对三峡那些，因为我们也有跟他们合作啊。他们就慢慢，他们都以前都流失很多。我觉得六店现在保持的还不错。对，好了蛮好的。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除了衣服，可是烟楼都慢慢都不见了。医生要做头部做头家，搭減土地嚟。我见了，现在没有程路啊，讲法都有程路哦，路嗰啲哦，我講我見嘅咯。做，还这样做的超浓。
我出去。哦，啊唔注意哦。俺冇出去，看人啊出去比菜，爱忙啊。2点半好像6点的吼，打门过来，天门带过来，出开始准备早餐，过的是洗衫服啊，洗好的是准备做菜，就是做菜。7点吼，伊啊公民吼就来做些，6点半哦，唔多现做7点，公民都快出来是做些，爱做煎片片，全部煎好的吼，做公民做些。过伊啊安尼记吼。伊甲人量验身体做个时阵吼，伊全部记啊伫脑筋方啊，伊毋是经过讲啊，咧电机哦来消，看到人验身间亮亮的，就随时煎啊，伊随时伊都会记的。啊，过日头来买衫服啊，也个200，也个150，也个400，毋是拿算牌。电机啊伊，我阵教啊伊讲我袂做，哦，这么倾向的。现在我太太我骗你，太太不骗你。全要一种钱。哦。你10岁一块果子糖，给了你那个3年我挣点钱，高官比了都3年啦，仲系高官的记号摆，跟要皮毛拿钱，不然都看到那坏钱嘛，不坏钱嘛。还有去人老人拿不爱哇。啊，伊拢无攞拿不嘛啦。哦，高官宿舍样教，宿舍伊唔甘啦。高官太个低啊，嗰啲要快冇良心出，挨2个还100人啦，唔咩咧啊？啊，伊咁快滚嘛？伊咩唔得，要冇鸟。哦，咱本也做丈夫。伊就说好做丈夫咯。啊，你说你要做丈夫？哦，你说做丈夫。哦，问师傅来教，啊，用这个去好啊。做头家，到捡土地来。唔计师傅伫哪抢来呀？师傅就太6年。哦，太6年福州人啊。福州人啊，台湾。3到12、13岁都来台湾。来台湾呢，做到土地。13、14岁啊，16岁他要出来了。伊要好嘛，才有饭吃嘛。上面就好处了，让我做看的嘛。其实做看的都少。哦，安尼就摆有本枪，安尼。本枪来做师傅。呀，伊都上面就这样出来呀，还研究哦。师傅因为没个做的，有做嘢我厝，跟冇做咧有厝咯。系啊，俺佢做的。我只有冇嘢，我都冇抢人。哦。我就咪研究。愛啊，這個愛，都真係好喎我。係啊。唔可以我這個做個長錯嘅。係啊，唔是個平本。佢應該要我愛跳嘅。哦，用嗰個合邊嘅，現在都已經容易上到，已經有個睇啊。睇啊，因為可以做一道梁啊。我做喎，伊邊啱冇條做喎。哦，安尼個邊呢？係啊，而家有些都唔做啊，有些做唔做。係啊。我哋控訴嘅人呢？控訴出來打邊。有乜嘅派菜嘅？面龍人睇本人做安尼睇拳衫咩？全部做安尼嘅係。哦。個要火咩？
有分。后早个有刮花，我中年刮边，如果落就芹菜做那个湖边那好个。都有分哦。哎，当然有分啊，最近还做个有分咩？以前人都用金票的。金票的哦。哎，3粒咩啦？3粒，金的票的。个都没有铜的。哦，有铜。银、金、银、铜。金票我可以博啊，佢一來要失照嘅人，掛下伊冇啦我，冇要跌啦啲錢咯。哎呦，失照啊，過新年啦，嘛個看老年啦，嗰度人掛伊哦，咪比唉普通是用啊算得嘞，算得嚟嘅啊，啊那個。乡钱就算得，算那都冇落去哩。从那年的店嘛开已经有80年了，一80年来肚里啊，所有人那个很贵少有ทั้ง多讲一个补口的哈，有快的有弄的，唔爱。表示讲一个口的本身啊，个耐个用，哈，啊一个口的种，一个补口的种好过后。打口的人哈，相当重要。口的打起来，像台前那个打起来一个口的哈，一定要用总结节的那个方法把它打起来。打起来个一个线的出来过后啊，一练上去上副家伙哈，一练那人的功夫啊，技术啊相当重要。练到有脑冇脑啊，都看一个练的人。啊，练上一个口练上俺那个上方的那人呢，也技术啦哈，有多么？我假是冇多哈，练起来哈，如果安尼看就可以冇看，会破坏到规两个上方那个一个美感嘛。也蛮做呀。那辛苦啊。哦，阿爷以前不有做，唔知家有做么？依家梗係冇一樣狗嘢，阿媽嘅學咗，防風嘛嘅學咧。也係識啦呀，識麼嘅？識麼有關法？哦，識麼有關嘅。一陣冇啲關片嘅啦，有關片嘅，有關片嘅啦。有個都話那個頭髮穿落咗啊你係。花边那花边啊，台湾人土家做样个呢？土家。哎，做个那个。那个，啊，台湾人土家都做那个。头摆嘛个时节做安尼啊？哎，差不多比台湾人40岁以上的就做个那个。你都眼的多眼的好做西裝嘅，唔咩做啊你嘅哋。阿爺都係識啦。啊，西洋衫係識啦，西洋衫都係有喎。特別我會我唔識嚟講，個毛我哋都見啊，用劍啊，啊做起都冇個花旦啊。做個安尼弄個，佢都特別行家嘅先會做嘅。冇流行起來嗬。唉，不過就做八卦吧，冇人所以啦。依個會個車我唔做，有兩，會也最衰人嗬，所以唔嚟去。阿媽嘅時代嘢仲喺上葫蘆嘛，簽咪個冇人做嘅呀？冇補嘅都簽咗個冇。冇補嘅哦，安尼補嘅要失傳咯。哎呦，我來做戰爭的，我嘛個補呀。哦，佢係你戰爭過後是補嘅，你個燒起嘅，你個燒起。戰爭評價對上學來。哦，伊就補嘅，你啲上去來啊。係相對上去來。哦，安尼啊。我眼到去台北買呢。
办补的都退变慢。系啊，咱初一行去呢。系哦。那个咱过迄话哦，毕竟伊迄浸水过那要伊缩水哦，缩水去做胶呀，去春插啊，那标准安尼啊。伊迄春插个标准的话，做胶都伊迄话都唔可以讲细胶做嘛个嘛吼，插春要缩太唔可以啊。伊迄叫做唔浸的话都完蛋的。量迄插春仲做过迄话，细过量站边过迄话，佮插春啊都标准的。台湾人个吼，他们太阳也看法，是得今个也哈袂都当都上台湾人来，伊冇呀那个爱改心。啊，如果说咱做安尼。这个做跳舞的人来装女话。无装女夫。我前部后台妇女家有3万床，带念的，我前部啊。马先锋。哎。啊，以前你无装女夫？无。妇女家来装女夫啊。你太郎夫做的呢？水凉的。啊，好年啊，伊做了凉嘛，寒天啊。啊，种平常时间内拢做安尼送夫。哎，要捏起来哟，做事呀。你有捏吧？捏我伊咩啊？你安尼捏把虎头哦？虎头加带的咩啊？好，加带啊你。也好无翕相的，唔算捏袂。哦，啊做细的是一落捏放起来。我捏起来，了的。了的你唔是？做细的啊，做人家副脚，人家7条了哟。刚才冲着我的妈哦。对哦。那个用啥做细唔做细？对哦。那个副脚来4条。对哦，有安尼哦。咁咯。甲伊算的是寒时节愈安尼啦。寒了好。讲伊以前头老无拢会安尼装放起来面咯。做了读个来。大家都会安尼读。对啊。一般人本来安尼读嘞。像我安尼要要试个叫。对哦。都流哦。流去试。这个汗毛个都急了的，我安尼，也个，什么毛也很贵啊。妇女家的有个机会，妇女家做的，什么做的？哦，好。妇女有安尼分。50也个加年的嘛。哦。13万个什么一个妇女家的，没什么的。什么呀？哎呀。什么呀？全部妇女家13万个。啊，什么做唔得事？这个无家人，会那时候。哎哟，啊，什么安牛流啊？什么呀？200，你读200，做上万的读个，也还不呀有个机密啊。你看看日本人嘛，日本人4个都有还有一个机密。有。妇女家。有。也留我一个。什么你唔摸？什么？无加呀，无加你摸是，你安尼重安尼。就安尼读来。你安尼读来。出啊，发疯啊！发疯哦，要3尺的咩？啊？3尺的呀？有没3尺的哈咩？係啊，3尺的呀，3尺布啊，什麼嘢？用3尺嘅了。嚇？3咩嘢咧？你整咗3尺板咧？3尺板哦。做凉啊，都凉啊。先做凉啊。
我们六村啊，建设客，建设客。哦，要穿扛的哈。也穿扛的。阿公今年几岁？谁知道？哎，我翻书了一下。72岁。有吗？我记得要查出版年月日。阿公100岁。对。很威啊！这个好有福气哦。好厉害，你偷偷问他。阿公交现金来。好假包，我们还在找。找到了，这个。阿公现在在做什么？在做那个河虎。河虎。小孩子的河虎。哦。你该不会你阿公以前也是在做？当年结婚必备的东西。叫他去，哎呀，要先打嘛。这里有一包，先送你。要打个头。这里要洗过，买穿的。水村哦。春天的春天。咖啡。两个多少？过年了，开好。都也看得懂。我感觉那湖上很大。我懂哦，你现在看不太到吧？对啊。我也拍照片。哇，这个身体，然后加袖子。这个我也还没有做过，第一次做呢。真的哦。那怎么会哦？难怪说你要问。所以我都不知道。真的，你看他一件又一件衣服。原来还忙煎锅，还忙中锅啊，还忙茶楼呢。我去买去藏书哦，我哋喺地讲，我唔好地讲嗰種嘅，我嗌到去買去藏書，藏嘛，買新書呢。用我講咯。去買去藏書咩？可比我係咪做呀？去到後邊嘛，但名貴啊，安尼啊，唔安尼啊，真係個銀我。都係咩人都冇咯，紅嘅，咁樣都見馬，佢都見藏書，咩咧？啊你講我啊，其實好似我多嘢啊，係兩個，係好似你試過啲咯，人男嘅嘢咯，佢有神嘢佢男嘅嘢，我命就佢就牙本夠，唉真係個病要，男嘅講，咁唔會講，咪都會講喎。係唔好講啊！我都唔拜嘅嘢都冇講。啊，你從阿媽用嚟你識得啊？而家叔伯啊，做乜嘢？哦，做唔介紹嘅係咪？嗰個啊，以前都買嘅係咪啊？而家阿姑啊，用古堡同那個啦公太啊去學。哦，就對而家都叔伯阿姑。以前係咪攏安尼啊？以前係咪騙人介紹嘅做每年嘅嗰度誒？像我而家就話你看到嗰度。係啊，係咪介紹啲咧叫阿媽安尼啊？唔係啊你個。阿爸俾人騙啦，阿是你嚟看咩用啊？俾人騙一般，
100啊？冇咩到啊，不條看一個。看一講。啊，不條要幫我哋看的是啊，你看到肥到講嘢看到。係啊。我唔搬看到。唔搬看啊？肥到看師傅都了，你看唔到。看唔到。啊，有那個國泰道，你坐那同看。坐那都後面有狼嘅嘛。哎呀，睇緊年輕了，以後都在佢坐啊，仲未見看呢。啊，有那個唔搬嚟看。啊，有那個都蹦茶，哦，蹦茶個蹦人。蹦茶都蹦人。要細妹拿出去搬人呢？細妹蹦茶拖個蹦。哦。啊，搬看呢，一下係啊呢。啊，一下好啦。這你又不知咁，搞下叫做啥？你睇茶湯呀。啊係。建裝係咪咯？建裝那個是吧？沙西米有是嗎？汉西看阿伯看到都太老，已經阿伯嘅年紀很大誒，我對伊阿嘅印象都比咱們好，相當咱們好嘅。假期嘅有冇眼床咩？間好嘅人都唔同數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事情發生了。哦，這樣不對，我怎麼能藏起來呢？去嘛個咯？我們是來找山民的。啊查呀，沒查。怎麼回事啊？多少呀？兩個人用量的，兩個無情我覺得這種事情，聽老師說。跟哪個我看唔到啊？你見當那有看呢？咁我條阿姨跟佢看得到嘛？如果你數天同我咯。有嘛？啲看到嘛？看到嘛？你唔理你跟哪位同事啊？你媽沒查。按蔥油沒咯？可以蔥油啊。蔥油啊！我跟他做唔得咯。你個做唔得，我唔好做。你用唔咩？你用嘛？你看到咯？哦，哪個幫佢起嘛？係咪別教啊？而家教我唔知你鬼麻煩呢，冇用呢。啲用咩拿嚟賣？沒有啊。沒有吧？兩個人啊。咩有錢過我咯？啊？咩有冇？我來呀呀！佢賊要簽到喎？賊啊！唔見你係簽嘅寫賊嘅咩？同嚟簽到啊？簽到。哦，寫去哪嘢？從乜嘅哪乜嘢兩個肥？來，各位大哥大姐，我師傅那個剪刀，係咁講，冇一件人比啊啲剪刀好多些，係咁講。一個剪刀喺我那個師傅呢，限時時間學時嘅時間，一個日本錢哈，幾多錢啊？我3蚊半。哦，3蚊半錢，日本錢3蚊半錢買嘅，本來啲剪刀要按長嘅你嘛，按長啲嘛，跟住剪，都變按短嘅，一個剪刀70人嘅，用我80人嘅。三蚊半人買人的皮板人攞啊，跟住咧，所以日本人可以攞。哦，日本。過後要台灣人學個學位咁咪要攞，要咩隨便人會攞呢？係啊。我攞快哦。謝
是迄安豆，不是安虫诶。哦，啊黄糯糯啊变安尼。呀。番油哈，番油撇记哈。呀，日本哦，哦。安泰哦。日本嘅。哦，嘢日本诶。苏呀嘅啊。苏，冇嘢安吼。苏呀嘅。哦。啊，你有用过冇？有啊。哦。嘢几多钱啊？4000几样了。系啊。哦。4000那么咯。是不是也个阿公？是不是一票诶？我叫我19岁到遐来咩？俺今75个咩？安尼咩？俺也个阿公。做阿妈了，比同阿平比了。阿太诶，阿太。哦，阿太哟。我孙诶，托个家诶，穷诶，做阿太了，比阿姑太了。俺忙个做阿太，你是做阿太呀？阿爸为80年唔做阿太，我75岁做阿太。哎呀，我180都太了。啊，医生这样说了，有钱人的事情把这个，要做阿公的人我3万。有400生意呢啊？哎。这2岁大的。啊，4毛600，4大3万。9个。6个3万，嘿，就安尼9个。9个。4大3万，4毛6个。啊，4大高质量诶。侬出乜嘢咧？我鸟唔出啊，見到超發嘅，就不冇法喎。我買個藥個30cc，我鳥唔出係最酷嘅。ăn vậy ha, 6個妹嘅。6個妹嘅。6個，哦，10個，每4個，太雜嘅。嗰度發燒，嗰時藥過唔好啦。10個。洪水走来按方言，勇士种庄园。有。洪水两旁种花树，客家狂天有长寿。有。洪水涨来按方言，世世代代出庄园。有。好呢。天有事情啊！嗰邊唔掂要水到嘛？你一個風車啊，將香港啊，要快起來嚇！一個睇下估計可以2萬元左右，嚇！啊見到米粉呢啦，睇初步嘅估計1碗呢才500，嚇1碗呢才500個元。啊第3點事情啊！因為人哋差不多你啊，價太快睇啊，有時要存啲個人嘅人民。關於啲人民哦，那有辦法講人家家做嘅事情哦，做到個人民，嚇。有個事情哦，用嘅喺按年用油出嚟，唔怕一沖啊，沖咧嚇小碗啊，沖嘅呀，唔講啦嚇，沖一當將椒安尼炒就掉啦。炒好嚟做乜？硬係喺成啲個一個水一啲醬，對，我知誒。你講你啲啦。唔變咧？我前頭去睇啊！嚇？我前頭去睇咩做天地水？嘿，做咗半日點啊？嘿，對。
96요. 96이요. 찜에 군수요. 족용 아니라 세노가 고용이야. 이동이 바가 꿀이 바. 어떤가 천방을 수천. 아니라 제가 유차 제가 아예 전도 유 가만아. 아도 등에 고유 용나. 아도 왜 공간 고는 공아 뭐야 내야 내 관계 강은 인생 중에 쓰레도 아주快乐个没有呢，也没太个那个草人呐，暗子土人呐，也出去走一走条路，来时啊都外面事，真多的，那人夸还太无意，用还要试下来。16年的，也想了，安尼念嘛些没少，念嘛也都几块个，社会上都唔多会少。啊，买裤嘛，以前呢，功夫过好，日里买过裤嘛。当啊，够吃油，有咩没个装饰的，没工业吧。不然冇受苦啦，俺都见房团，求那咩，终于冲一点上工作一点，派出所了，也得炒面炒啊那个胖蛋啦，面汤锅还暗嘅条啊那个，挨出空喺头上开啊，有啲嘛要空面，空面。那个苏州啊，全部空面，要么炒啊那个，走胖蛋，走面汤锅下，我係就做伊，以前唔敢空眼前吼，我就叫我空，我來邊度啊，本來你也空咩？那我什麼的，大概有3戶。挨嗰度3戶，嗰度補嘅，係呢邊去咗。我做咗高醫，冇啊，即刻種咗個高，而家幾寸，睇下講我熟啊未？我識我做。不要博過了看啦，下頭人做嘅都係博可能用嘅，寫書也冇，幾樣，又要做嘛？伊即個乜個東西，即個保養有嘛？因為伊做也行業都做80年了咩啊？啊，嗰個裁縫茶方面啊，都全部以即個那個保養修理得到。從安尼上下面農嘅地方，經過到以前呢，富人家咧就裁縫茶費嚟也弄嘅，全部嚟安尼落下。我爸爸伊個修理個保養。哥，平常睇只邊攏同埋橋下了啊？
这一个老朋友里面要可去我。老朋友。初了到这位，这他妈就是那的。哦，嘿哟，俺都是。这他妈就是嘿哟。我安尼80人车个啊。90人车安尼，哎，这都唔好出来。唔好出来哦。等下你请你老朋友啊，医生啊，要看见哦。啊，这个冇啊，嗰嘢有冇落係冇嘢冇啊，得做嘢。伊嗌嘅，如果你前面一衝。见个俺都深深晓得，俺都不认识的了。家妹啊吼，能够不入呗？俺公园啊，我比高中啊读书啊哈，他能够不入呗？你们在台湾啊？啊？你们在台湾啊？原來呀！像伊那80人歲，我爸爸100歲。多呀！看到2、3位人去查案多，身體狀況啊又查案多吼，感覺安尼感觸良多安尼。因為嘛感覺個心安尼個安尼個安慰啊，就講老人家按他年紀嘅身體行行好，哦，一行會做，哦又按怎講啊？身體健康，個又行會喘氣吼，又行話呢有講有那無一般的老人家嘛個。按那个老人痴呆症啊、失智症啊，嘛个都无。哦，真是都跟讲，俺们做人来来的，做人寻求一个博士啊。哪一空来呀？以前嘅冇拿得過去，火炭嘅，一個是熱天嘅咧，唔知道有個金的咧，都金寶呐，有那個。那个有那，哦，还就冇款呢，重哦。你問嘅咯？人參館啊？啊，是包條冇食，做下奶奶唔夠嘅。啊，唔知咩要做呢？要煎啊！咁咩？啊是叫我做啊！我唔算叫我做啊，你都唔做嘅。誒，係就要退休嘅來。退休嘅。你真是退休嘅㗎？想錢嘅咧啊！我還是古啦，我都冇做嘅。去年的你呢？去年古啦。你冇做誒？啊，都冇做。冇做都按多些哦。不過成本來唔會做差唔多啊，唔會做是唔係做安尼牙膏啊，做西裝。做西裝嘅變我了嘅，有好多啊。做西裝嘅，就改色嘅，也係有人做啦。而改好個皮哦，改個皮人哋啲9年哦，我啦下巴就要，像以前爸爸會來嘅，你好做啦呀。他生氣哦，用按布。啊，過個幾擺嘅就唔可以就過巧嘅啦。那一開始啊，老人講老人那好彩頭啊，也有辛苦啦。啊，年齡也唔係改好嘅啦。
2年安尼算了也功夫也很好个啦，人口也有一流个哦。像我这个副卫生圈，那就够简单的也够我做个啦。能看得到，俺哋客家文化、服饰的文化已經行向一個現代化，甚至行向將來未來嘅安尼個方向啊！佢俺哋屬於嘅工作設計師啊，俺哋嘅責任也俺哋將來發展咧俺哋嘅目標。做俺哋都可以做人中醫，幾好？唔係人中醫都好。人中醫都好。我想都冇做，係咪？有一家看到安尼丈夫過2個月，唔有感覺唔樣的嘛？我只啊當下過呀。比如講安尼，時體會變化。像你遐個時體唔無人做嘅安尼是，佫無可能啦吼。如果是把過2個月時，人哪要甘做啦？係啊。佫說講唔甘覺講，因安尼變化幾好咪？當我變化，你都變化誒。迄個當時生日，哦，這100歲，這愛辦桌請人家安尼。夠人拍送啊！啊！夠人拍送啊！我來甲你辦，我贊助5桌啊！吼。昨天大姐是有回來的，是有在講說明年的6月25號了。哦，6月15號，是農曆的還是國曆的？農曆的。農曆6月25號。那有更國曆的，農曆的。